我叫曉丹啊，我咧6至7歲到就入過渡兒童之家住啦，住咗超過10年噶啦。呢個係珊姐，係我第一個遇到嘅家長。Hello，咁我當初第一次入兒童之家嘅時候咧，就一直覺得好驚啦，不斷喊啦，跟住遇到珊姐，珊姐就係用呢個好溫柔嘅笑容對住我，咁樣我就突然間覺得佢哇，俾到好溫暖啊咁樣，跟住佢又安慰我啦，氹我，又送咗公仔俾我啦，陪住我同我祈禱，咁我就將個安全感來源就建立咗喺珊姐個身上啦。真係好啦。係啊，嗰次佢第一次嚟嘅時候咧，好細個啊，咁見佢又喊啦，咁所以即係知道佢冇乜安全感，咁咪俾個公仔陪住佢瞓覺，咁啊同佢祈禱啦，等佢瞓着覺先至即係離開咁樣咯。我記得我6歲之前咧就冇慶祝過生日嘅，都唔知自己原來有生日嘅，我以為得人哋有生日嘅啫。咁嚟到兒童之家啦，咁第一個月之後就咁啱10月之星生日會，跟住珊姐就話：啊，我都有份生日㗎喎，我都係10月之星。嗰一刻咧，我先知原來我都有生日嘅。咁喺度就揾翻我嘅生日啦，都好得意喎。而家見曉丹大個咗啦，咁有自己嘅家庭啦，有好錫佢嘅先生啦，有一個好可愛嘅女啦，即係覺得佢好幸福咯，好感恩，好開心見到佢咁樣。我都好感恩啦，喺兒童之家遇到珊姐，多謝你，係第一個令我感受到愛嘅人，呢個係真嘅。多謝你話俾我聽，係咪安全感嘅人？係啦。燃亮生命，請捐款支持播渡兒童之家。